咱继续来关心，伫中华有民众徛过水去互偷用，有人趁翻点过无人注意的时阵，在规车蛤蟆直接用人徛过安伫咧外口的水道头洗蛤蟆，大概拢用点外钟，互即个受害的民众是真生气。咱目前是已经报警察处理啊。半暝4点外，两台车停在路边，然后车顶4个人为后车厢搬落几啊桶的蛤蟆。用厝外水道头直接就伫咧路边洗这蛤蟆，毋过这毋是因的徛家，是青云人的厝，被偷用自来水的住户，一透早出门看到规涂骹的蛤蟆壳，也个臭味，去甲报警处理。我们早上要出门上班的时候，就是看到一地的垃圾，然后就是满地的水，还有蛤蜊壳，还有苍蝇跟那种腥味啊，所以我是觉得环境卫生让我们觉得。一打开门一看，其实蛮不舒服的。警方表示，案发伫咧5月31号半暝4点外，两台车一直到透早6点才离开。根据被害人提供的检视画面，以车牌来追查，警方真紧就找到涉嫌偷用水的4个人。发现其实因嘛住咧附近，因甲人了供称，会偷用水只是贪方便。虽然被害人认为水钱无偌济，无想要追究，不过因为测得属于公诉罪，警方嘛是甲4个人函上法办。在其住家周边，怕影响家人的生活作息，故自住处附近随机寻找他人的水龙头清洗，隔离约1小时。检察官他对于一些轻微的犯罪，他有围追不举的一个权限，也就是说，他可以在构成犯罪的情况之下，他依然可以不起诉。但是这个要视个案的状况而定，比如说这个个案，他本身。就是他的家境可能有一些问题，或身心有一些问题，他可能才会有围追不举。律师嘛提醒，虽然犯罪经济轻微，也是损害精神测得案件，检察官会使以职权不起诉，但是若是故意犯罪行为，就算讲侵害精神，大部分嘛是会被起诉。呼吁民众也是唔好贪俗就破戒。记者张华综合报道。台湾国